直涌流出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唱出信心的宣告，因为神是赐给我们信心的神，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来赞美他，一起来敬拜他。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女主火主带领，甩开不幸，甩开不幸，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等一下在敬拜的时候再大声一点哦，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信心的宣告。信心的宣告就是要大声的唱出来，阿们吗？阿们。一起来赞美他，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不幸，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是因他的名，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一起来做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的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跟能力，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再次盼望能力，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还有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将这个荣耀献给那赐给我们信心的神。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各位姐妹请坐。亲爱的神，你是我们信心的神，愿你有不变的应许，而且你了解我们的一切，所以在我们忧伤的时候，你看顾我们，以你大能的手复庇我们，在你的复庇之下，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明白你的道理。谢谢耶稣，你不变应许，感谢你，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耶稣，恳求你的大能复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
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唯有你，耶稣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的很手安慰我拥抱我，擦干我眼泪，医治了我的伤痛，用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耶稣唯有你了解我的忧伤，耶稣恳求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的很手安慰我拥抱我，你走在我前头，鼓励我不要退缩，因你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就是我看不透。你必引领我，你必引领我，走进丰盛宽阔之地。你恩典中都有。突然赞美他，虽然哭有时，哀痛有时。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生命所有的交托在你的手里。是的，耶稣，虽然哭有时，欢笑有时，但耶稣，你的应许跟我们用，你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美好的经历，成为我们过去路上美好的资由。耶稣，我们要相信你，我们要将生命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愿耶稣你来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日日放在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做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做伙来吟诗
圣诗第78首，请起立。咱做来祈祷，全能搁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阮平平安安搁一过来到你的会幕前来敬拜你。阮永远带着感谢的心来入你的门，要用娱乐来入你的院。你是创造天地，你是阮永远的倚靠，阮的好处无在你以外。阮感谢你拣选，互阮成做你的儿女。你也是阮将来永远的愿望。也要做阮代代的帮衬，全能的天父。虽然我可能毋捌听过你互阮的启示，也是你的声音，你甲阮的信心起起落落。求你互阮照着圣经的教示去行，因为你讲听你的教示搁去行的人要有福气。当阮毋知你的旨意的时，阮要用祈祷来恳求，用圣经来做阮的准绳。愿你互阮伫咧要做决定的时，使阮智慧甲聪明，因为智慧的话出自人的生活经验，但是敬畏你才是智慧的根本，因为人的智慧对遐出。万国的天父，美好生活是对每一天甲你建立好的关系开始。我每一天拢会当对看你的话、读你的话来开始。阮要伫台湾过美好的生活，求你互台湾强盛，台湾强大，阮的囝囝孙孙才会美好。如果台湾被中国吞去，阮的财产就拢毋是阮的，阮的囝孙一定流离失所。这是阮真清楚的明白。阮生伫遮，活伫遮，这是阮安心立命上重要的所在。求你互台湾所有人拢信靠你。甲你建立好的关系，互台湾有够强大，阮的后代子孙就拢会当幸福美好。因为你永远疼惜敬畏你的人，你要用公义对台湾的囝囝孙孙。全能的主，春夏秋冬四季运行，拢是出自你的旨意。而即个寒天的尾声，春天要来的时，天气特别寒冷。求你保守阮的兄弟姊妹。尤其是年长的兄弟，拢无受到天气变化影响，也无受到流行性感冒的传染，心灵拢臃肿。阮的教会伫你的祝福甲带领，也行来到第60个年月。教会伫今仔日要来确定今年的时间，
阮所做的拢是下伫主你的旨意，要来荣耀主你的名。也凡所计划的事工，拢会当顺序来运作，到世兴隆。有60个兄弟来参与着小组长的事工，也有60个未信以上的未信者来洗礼，来认捌你、信靠你，灵魂得到你的救赎，佮领受你的祝福佮平安。我的心毋是只有一款的理解，也是一款的态度，一款的人生观，一款的生命观，一款的价值观，一款的生活模式。因为信耶稣毋是用人做中心，乃是用你做中心。所以耶稣教导阮爱先求你的国，甲你的义，互阮拢有一款的理解。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相信你要照着你的旨意来回应。求你的圣灵来充满阮，帮助阮甲你有搁较亲近，搁互阮会当伫即个世界上成做你的见证人。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请坐。这是咱做来启用，启用文第62篇，启用文第16篇62。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正变康家己处罗卜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做声，一切拢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上帝的名。这时，咱请圣歌队来献诗。
喂，做咱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民数记20章第90到13节。民数记20章第90到13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甲赶仔囝来。摩西甲阿伦招会众去石盘遐。摩西对因讲：恁遮背脊的人听咧，阮敢着互石盘出水，互恁啉。摩西举手拎个管仔，甲石盘讲两下，就真济水流出。会众甲因的精生拢啉。上主对摩西甲阿伦讲：因为恁毋信我，无伫以色列人的目睭前尊我做神，所以恁袂当带遮个会众入去我要赐互因的地。遮个水就叫做米利巴水泉。因为以色列人甲上主吵，上主就对因显明家己是神。这是咱请陈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情绪的镜。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阮的提笔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过去一礼拜，也带领阮经过旧历年。也感谢你带领阮经过2024年，伫天气寒冷的中间，阮也感谢你，互阮有温暖的家庭，互阮有够野的食物，甲阮会穿的小的衫。愿上帝，你也看过，伫即个艰苦中间，也是欠缺的人的中间，求上帝你的怜悯同在，特别也为着身体欠咱的兄弟，也求上帝特别看顾甲保守。阮的姊妹春美姐昨早起受主你的恩调，登到上帝你的面前，也愿上帝安慰保守伊的遗族，也看顾春美姐灵魂得到主你的感纳。主，阮也今日搁一摆要来召开今年度定期的会员好会，求上帝你的神带领阮众人，互阮有同款的心智，也有上款的疼心，会当来跑走头前的路站。伫主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大家平安，好，大家平安，好。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定期会员合会啊，好，天气非常的寒冷，好，但是大家都能够早早来到教会，好，要向主献上感谢啊。我记得我住伫这个拉斯维加斯的时阵啊，足寒的，寒到讲哦，我真的很想要回台湾呢。好啊，夏天的时候很热，热到讲哦，我真的好想要赶快回台湾呢。好，这拉斯维加斯比台湾啊更热，好，比台湾要更冷。好，但是呢，你还是有个想法说，我还有一个家，好，我可以回去哪里？台湾。但是你回到台湾之后，你还想说你要回去哪里？美国没有了，啊，只能够回天家了啊！好，只能够回天家。啊，咱若无台湾啊，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好，台湾就是我们的家。跟你旁边人说，台湾就是我们的家。好，跟他说，我们要好好守护家园。这个台湾咱若无守好哈，台湾无去，咱就无所在通去。好，虽望台湾好是一个好所在，好，虽望寒的时阵嘛真寒。热的时阵嘛真热，但是这就是咱伫遮心中的所在，好，是我们的家园啊。在欧洲，好，最高的教堂，好，有2座，好，都在德国。好，这个有没有去过？好，有什么教堂？哦，厉害，来，人生长老，哦，这真的是，哦，有出去佚佗嘛，是有认真在迄个哦，好，一看就知道，好，科隆大教堂，好，偌宽。157公尺啊，好，跟第一高只有差4公尺啊，好，157公尺，差不多50层楼这么高啊，50层楼，好，叫超过50层楼。这个大教堂呢，从13世纪好开始盖，好盖了600多年，好才盖完啊，好盖了600多年，好，如果是你盖600多年，你要不要盖这个教堂？好，熊啊，盖一个教堂要600多年，好，赶快放弃算了。好，但是呢，好，这个前仆后继啊，头一个人尾人，好，因安尼不断的努力啦，将这个教堂好在19世纪把它盖起来，好，19世纪把它盖起来啊。
好，那是用世界上最典型的哥德式的建筑啊，也是大教堂啊。好，底下的告德莱丁，好，有这个东方三博士的神龛啊。好，据传是东方三博士好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个神龛啊。好，遗物底下的收载。好，这次迦南教会60周年，好，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呢，好，没有要去这个地方，好不，没有要去这个地方。好，如果要去的话，大概再多个2万块啊，没有，不用了。好，但是呢，好，这个没要去，但是这次咱的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呢，好，要去不同的地方，好牧师大概只有这个画面的关系啊，只有列出一半，好，一半我们会去参观，好，会去参观的这些的教堂啊。这些教堂呢，好少则呢，好都是数百年，好上千年，好因嘛是一样，都是同样的问题。盖个礼拜堂，好不是说5年10年啊就可以盖起来。我们现在桃园捷运啊，好昨天新闻又有出来，好说这个青线，好不叫绿线，要叫青线，好因为我们的市长不是绿色的，好，所以要叫青线这样子。好，这个捷运呢，好大概在10年，好10年后就可以通车啊，好，不用10年了，好，但是呢，就是还要再一段时间呢，好，但是我们要不要盖捷运？好，要盖捷运。好，那建造教会也是一样，建造一个教会呢，好，你知道要花多少的时间呢？好，不是只有建一个礼拜堂，好，一个教会好能够建立起来，能够不是只有在那边敬拜，还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能够传福音，能够爱心相同，情感相同。今天我们的起应文腓立比书第2章有一直的想法，通互上帝欢喜来充满。一个教会当同心合一，甲上帝同行，真正是无简单。好，可能要爱几十年、几百年。好，嘉恩教会今年是60年。60年来的建造的过程呢，好，其实好都是上帝一点一滴的打造，好，非常的不容易哦。好，而摩西呢，好，他也是带领这个群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 builder 建造者。摩西非常的辛苦，好，他劳苦功高，好，牧师底下大概整理啊，有7个摩西，好，没有办法去被取代的。好，头一个就是伊呢是埃及王子，但是伊放弃伊王子的身份，好，跟这个心非常刚毅的法老来对抗10灾啊，甚至呢男性呢，20岁以上男性就60万人，安尼加起来大人囡仔200万人，好，出埃及还要过红海，还要躲避这个埃及军队的追杀。第三呢，以及出埃及过红海以后呢，好，在这些的200万人，好，对他的顶撞、唠叨、埋怨，好，丁礼拜毛共，好，甚至要把他罢免啊，好，因为他们去看迦南地40天回来之后，在那谈，好，讲哦，那个所在，我们在那些巨人面前，我们就像是什么一样，蚱蜢一样，好，他们就回过头来罢免摩西和亚伦啊，好，而且呢，摩西颁布10诫，从出埃及记20章。但是呢，好，他在出埃及记就颁布了2次啊，好，能盖好，而且2次呢，好，都一字不漏，好，显记呢，创出利民生啊，到生命记这5卷书都是摩西，好，他从上帝所领受，而且完整的交代给以色列人。摩西那波交代，我们今天就读不到创出利民生。摩西非常认真的传递、教导、教授。到今仔日好3400年，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读到创出利民生啊。然后摩西嘛记就2届，好，将家己的命拢放杀，说上帝啊，规起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掉。但是，请你留下这一批以色列人。好，摩西为这群悖逆的百姓苦苦跟上帝哀求。甚至摩西听他的岳父，好，建立了行政团队，好，10夫长、50夫长、100夫长、1000夫长。甚至摩西顶民数记也建立了利未人的服侍团队，好，圣殿里面会幕当中的敬拜，还有这些服侍团队，还有摩西呢，好，也设立了接班人啊，约书亚，好，在民数记来对。让他们快点，好，所以也当工好，他也没有人带他，好，但是呢，他把整个团队好教会军基好基础拢拍了真好，好，他其实是可以安然来离世，对上帝有交代啊。
纵使的摩西，好，伊嘛真冤枉啊，跟这群悖逆不信的人民一起在旷野里面，好受上帝管教，安尼总共几年？38年哦，38年的时间。但是呢，这样辛苦的摩西，好，伊付出这样多，好，他的人生，但是为什么劳苦功高的摩西为何进不了迦南地呢？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回答呢？好，今天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就在民数记的第20章啊。民数记的第20章，好，第1节，好，讲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死了，死在什么地方呢？好，那个地方叫做加低斯。时间什么时候呢？出埃及以后的第几年？40年。好，出埃及已经40年啊，就是旷野都被结束啊，最后一年的几月？正月。好，这是犹太历的正月啊。然后呢，民数记的最后一节，亚伦也死了。好，死20章的最后一节，死在什么地方？何珥山。时间呢？出埃及后的第几年？40年。几月？差几个月？差4个月。好，然后再看到生命记的最后一章34章，谁死了？摩西也死了。摩西死在什么地方？尼波山。出埃及后的第几年？40年。几月？表示这3个姐弟什么时候死？同一年死。哪一年？出埃及以后的第40年。换句话说，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进入迦南地。过几天没多少时间，他们就进入那个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但是上帝给因3个姐弟，通通不能进入迦南地。好，顶礼拜让我讲，好，就是这些没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就是约书亚和迦勒。本来摩西、亚伦，好，他们也应该要进去的。好，但是民数记给咱看到，这3个姐弟呢，好，他们被上帝管教，所以在进入迦南地以前呢，好，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啊。好，顺便一提，好，民数记20章一直到申命记34章，好，几乎好，所以你可以读到，好，就是从民数记的20章一直到整个申命记结束，好，都是只有在半年当中发生的事情，最后的半年呢，好，因为你从这个日期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好，都是出埃及后的20年。好，40年系列，好，所以民数记的前面，好，已经涵盖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为什么这3个地方呢？好，从地图上来看，好，其实就在迦南地的南边。好，左边加低斯就是姐姐好米利暗贵心的收宅，何珥山就是哥哥亚伦123岁，摩西120岁尼波山。好，姐姐呢应该是在127、128岁啊。好，因为姐姐她是做摩西的奶妈。好，即出埃及的时候，好，在尼罗河就做摩西的奶妈。好，所以姐姐米利暗接近130岁哦。3个姐弟都真长岁数，好，人生过得非常的精彩，但是他们的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问说，为什么摩西好，为什么不能进入迦南地呢？好，今天的圣经好，让咱来看到40年前，上帝就要摩西做一项代志，就是击打磐石出水给百姓来喝。出埃及记的第17章，好，这群百姓刚刚过红海。第16章，米利暗拿着跳舞在那边赞美神，写了一首米利暗之歌，底下唱歌敬拜赞美俄勒。但是17章，好，他们就开始16、17章就开始跟上帝摇八叉，这是出埃及记。甚至差个摩西跟上帝拜托说，我拿这些人民怎么办啊？好，他们快要怎么样？拿石头把我给死啊！好，真正对我都是手下不留情。好，才几个月前才带他们出埃及，1个月前才带他们出埃及，现在就准备要拿石头把我打死哦。所以上帝跟摩西讲，你要带几个以色列领袖一起走在人民的前头，手里要拿着杖。这个杖是什么杖呢？击打尼罗河水的杖。好，那根杖。然后呢，我要在你面前，在何烈山的一块磐石上，你要击打那磐石，
就会有水流出来给他们喝。所以摩西就照样做。所以在何烈山，摩西手上拿的一根杖，那一根杖是什么杖呢？就是击打尼罗河，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一灾，头一个灾祸的时阵，摩西那根杖呢是自己的杖，因为你从出埃及记就知道，那根杖是他在何烈山上，看见荆棘被火焚烧，拄到上帝的时阵，上帝爱要呼召他，拣选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呢，摩西没有信心，上帝就把那根杖变成了什么？蛇。然后摩西很害怕跑掉，上帝叫摩西再去把那个抓住蛇的尾巴抓起来，那只蛇又变成一根杖。所以那根杖是摩西的杖。在出埃及记17章，百姓无水通啉的时阵，上帝叫摩西用蛇变的迄个管啊去讲迄个石盘，然后就石盘会出水，或者的百姓来啉。这个是在40年前，他们刚刚出埃及的第一年，还没有到西乃山的，还没有到西乃旷野，才刚刚过红海。因为到出埃及记20章才颁布10诫啊，因拄拄发生的代志。但是呢，出埃及后的40年以后呢，民数记的20章，这个呢嘛是无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是已经第2代的旷野的已经长大，已经超过20岁。新的要进入迦南地的第2代呢，但是他们跟他们的上一代一样，没有信心，遇到没有水的时候，就跟摩西 complain。那时候亚伦还没有死，但是那一年要死了。米利暗死了，他们跟摩西埋怨，为什么领我们到这旷野来呢？是不是要我们跟牲畜一起死在这里呢？他们知道说，他们的祖先已经在旷野已经生活了38年，其实是40年。出埃及40年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冷死的，没有一个是因为饿死的，没有一个是因为喙焦来夭死的，拢不是。但是因伫这所在跟摩西来埋怨，然后摩西亚伦伊就去到伫会幕的门口，拍摆伫地上，上帝因跟的显现，上帝跟摩西讲，将约柜前面那根杖拿来。这根杖跟摩西那根击打尼罗河的杖有没有同一根？不一样，那根杖是亚伦的杖。上帝叫去甲约柜头前迄个杆啊摕来，你要跟亚伦集合全体会众，在会众的前面对磐石怎样说话，就是吩咐磐石来出水，水就会从磐石涌流出来，你还有人民还有牲畜都可以喝从磐石流出来的水啊。这根杖呢，是在民数记里面可以看到，是在这个可拉叛变之后，上帝呢就叫12个支派，亚伦代表利未人，也拿了一根杖，通通丢在上帝的面前。12根杖之后，隔天只有一根杖开花发芽。开花还结果，开了杏花，所以这是一个杏树的树干啊。好，代表什么呢？代表死里复活，拿来做拐杖的，都是从树上砍掉，就是死啊嘛，死啊一定要钉起，这拐啊，愈来愈顶。但是看在上帝的面前，隔天居然还发芽，还开花，还结果。这个就是亚伦发芽的杖啊，亚伦发芽杖代表是死而复生，死而复生，跟摩西击打尼罗河那一支杖不一样，无同款。上帝讲拿这根杖。然后呢，上帝要在杖的面前，在这个拐啊面前，也要在所有百姓的面前，你只要开口。开嘴就好，开口就好，石头就有水流出来。但是摩西后来怎么样？摩西情绪反应大于上帝的话，用杖击打磐石几下？2下。好，民数记后面9到11节，摩西就叫上帝命令去把亞倫的拐啊摕来。伊甲亞倫就將所有會眾都叫來伫石盤的頭前，伊唔知講上帝嘛，伫這個頭前，因為前面上帝有說我要在你們的面前，然後呢，摩西就對這些百姓說：
你们这些叛徒，好，和本翻成悖逆的子民，听着，我们该叫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喝吗？摩西，好，甘愿还是不甘愿？不甘愿，好，想要给百姓喝水，还是不想给百姓喝水？好，不晓得，好，但是看起来就是不甘愿。摩西11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摩西举起杖，击打磐石2下，很大的一股水涌了出来，会众和牲畜都喝了。第这个时候在讲摩西击打磐石2下。40年前，好，出埃及记17章，摩西击打磐石，好，没有说几下，但是当摩西拿着那个击打尼罗河的河水去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就有水流出来。好，这个是在网络上面好流传，好，这个何烈山的磐石，好，但是这个不是在西乃山的山区，不是在西乃半岛。好，是在阿拉伯半岛，好，是在米甸的地区找到这块石头。好，这块石头呢，差不多5层楼高，好，5层楼高。好，右边那一张就有一个人在下面，好，就可以对照，好，可以对照。好，这个磐石呢，摩西为什么击打2下？好，我们可以想象，第一下摩西打下去的时候怎么样？水有没有出来？为什么水没有出来？因为上帝没有说要叫他击打，因为上帝没有要让水出来，好，不晓得圣经没有写，但是可见第一下水是一定没有出来，所以你想摩西第2下再打下去是怎么打？更用力的打，好，可能好他的情绪就更大，狠狠的打，好，重重的打，打第2下打出来之后呢？水就真的出来。好，圣经说，就有一股很大的水涌出来，所有的会众200万，第2代旷野的第2代，他们都在旷野里面出生的，没有住过埃及的，他们就喝饱就喝水了。好，所以摩西对这一群第2代说：“你们这些叛徒，我跟亚伦，我们该叫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喝吗？好，给你们喝吗？”第1901年20世纪，好，有一个心理学家呢，他提出一个镜子理论啊。这个镜子理论呢，好，就是说每个人认识自己，好像是在照镜子的过程。你要看自己长什么样子，要怎么样？照镜子啊，不然就拿手机出来。好，现在手机也可以拿出来自拍。你要看自己生做什么款，你就要摕一个镜。这个镜子理论呢，好，这个心理学家叫做库里啊，库里。伊呢，马公，我们认识自己也是一样，从别人对我们的反应、观察、反射来认识自己。所以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安怎看我，我的爸爸怎么样看我。我的妈妈嘴巴怎么样说我？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形容我这个人？这就是我的自我形象，认识自己。好，这个叫做镜子理论呢。好，镜子理论或是镜中自我。好，就是说每一个人以对自己的认识、自我的价值，都是从外在的人来得到的。好。不是自己去看到自己、完成自己，因为我们必须要照镜子。而这个镜中自我的发展呢，有3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人们想象好自己，我们会先去想象，这个义军好想象的陈牧师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牧师？然后我就跟义军在接触的时候，好，那就是从义军的身上看到说原来义军嘴巴说的陈牧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牧师？我跟静怡好，我的太太好，静怡师母好，她对我讲的陈牧师是一个什么样的陈牧师？所以我从她嘴巴告诉我的好，就可以知道陈牧师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从不同的人身上，从我的爸爸，从我的妈妈，从我的孩子口中好来认识自己。第2个步骤呢，人们就开始想象，别人如何是根据外表和表现来判断，这个陈牧师到底是一个好的牧师，还是一个不好的牧师？到底是一个勤劳的牧师，还是一个不勤劳的牧师？你们觉得呢？
好，谢谢。那我就会记住，我是一个勤劳的牧师。如果哪一天我不勤劳的时候呢，说哦不行哦，你是一个勤劳的牧师，你不能够懒惰哦。好，因为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你们告诉我的，我是一个勤劳的牧师，我就必须要不断的勤劳。最后第3个步骤呢，人们会根据别人的想法，开始给自己一个主观的解释。哦，我就是一个勤劳的牧师，我就是一个认真的爸爸，我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妈妈，我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学生。人认识自己，最后对自己的标签、评价、评语，就是这样子来的。而摩西，我们可以看一下摩西他情绪的镜子。一开始上帝呼召他的时候，摩西说：“我是他们不会听我的话。好，我是什么人啊？好，因那可能会听我的话，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听我的话？上帝说可以，你去，好，我会跟你同在。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我含满恭维啊。好，甚至呢，好，他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当中，好，在西乃山上，好，摩西带着2块石板下来。”摩西看到加里人好亚伦带他们拜金牛，摩西发烈怒，把2块石板就摔碎了。还有在民数记当中，米利暗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哥哥亚伦批评摩西怎么娶了一个古时女子欧郎做某啊呢？好，娶了一个黑人好当老婆呢？好，就批评他，就那个事件好，米利暗好。他批评黑人，上帝就让他长大麻风，大麻风他的手伸出来跟血一样的白，好，这个跟颜色不见得有关系啊。好，但是呢，好，他们批评上帝的仆人被上帝管教，后来7天之后才洁净了。还有可拉党也批评摩西，你怎么高抬自己？我们同样都是利未人，为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好，当我们老大好带领我们，好，就可拉党，摩西也很生气。好，说如果上帝与我同在，你们就被这个地开口张开吞下去。结果呢，这群可拉党好250个人就被，应该是250个人好就被吞下去啊。好，但是呢，在圣经当中也有讲到摩西非常谦卑，胜过世上一切的人。甚至上帝在米利暗跟亚伦的面前说，摩西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与他是面对面说话，是清清楚楚的。摩西情绪的镜子呢，好反映在民数记、出埃及记，好，我们还有生命记，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这个人，好，他是一个上帝敬重的萝卜，但是他也有情绪。今天我要讲的最重点的是摩西的情绪，最后让他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啊，非常的可惜。好，因为呢，可能在击打磐石这个世上，一共这群人，你们是悖逆的，好，悖逆的子民，我不爱传你们，好，你们这群叛徒，好，摩西那时候一定是非常的生气。牧师会不会生气到台上对所有的会友说：“你们是一群叛徒？”在我当神学生的时候，好，去一个教会实习。那个教会的牧师好已经离开了，好，但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呢，出了一本书，哇，那时候还卖得很好，叫做《情绪管理》。好，情绪管理。去实习之后呢，才听到那个教会的长子在讲那个出《情绪管理》这个书的牧师啊，说呢，他们在这个牧师跟这个长老哈，在开会的时候，开会安怎冰斗啦，好冰斗邓斗啊，不是只有邓斗，还冰斗啊呢。好，然后呢，结果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什么？情绪管理。好，所以这个事情呢，哇，让我在当神学生的时候就印象很深刻。当个牧师最好不要出书，好啊，不然你就要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好。我们的情绪，好，有时候会让我们一生的努力好功亏一篑，好功亏一篑，就好像摩西这么样子的辛苦，他就再过几个礼拜，好，他都已经爬到尼波山上看到迦南地，但是因为击打磐石这件事情，他的情绪失控，无照上帝的话来行，完全照自己的起毛自己的情绪啊，所以以至于他没有反映上帝的形象。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在出埃及记告诉这些的百姓说，我们来读红色的字：如果你们服从我，守我的约，你们就是我的子民。
好，因为上帝说全世界都属于我，但只有你们是上帝的什么选民，是神圣的什么，还是侍奉上帝的什么？好，跟你旁边说，你是选民，是国民，是祭司。你是选民，是国民，是祭司。好，这是你对他的镜子。现在我们也给自己照镜子。我是上帝的选民，请跟牧师说一次：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是神的国民。我是属奉的上帝的祭司。我们是选民，是国民，是祭司，这是我们正确的形象。上帝看我们就是这样。但是摩西看这群人说：“你们是叛徒，你们是悖逆之子。我为什么要拿吩咐水给你们喝呢？好，按那供能诶，好，就打来供能诶。好，我是不想这样打下去，怕会吓到人。好，但是那个要这样打下去的动作，才有那个震撼力啊。好，那个供能诶时阵，哇！但是上帝有没有给摩西面子？有，上帝和摩西做民主。”最出来啊，就大刚的最出来，但是上帝开口说话，上帝好恭维啊，好在唐太宗贞观之治的时阵，好史书上记载，好我们来念：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好，以人为镜，所以唐太宗他就有这个智慧，从别人好，所以耶稣也说，人说。人子是谁？把人安怎讲耶稣一嘴啊！好，所以耶稣一买对人诶，在口里面的话，好来判断、明白他人对他的认识有多少。但是呢，我要再帮唐太宗来加一句，好，我们一起来念：以圣经为镜，可以得生命。过去这个礼拜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写灵修笔记？啊，有的请举手。好，牧师给你们拍拍手。好，没有举手的人怎么办？这个礼拜还有机会，好，请你把周报的第4页带回去，好好的写。这个礼拜呢，是我们第7周，好写灵修笔记。好，如果你有认真写呢，好，已经写了6个礼拜，好写6礼拜。好啊，牧师嘛，甲我写好大底记的时候，再好大家看。灵修笔记怎么写呢？好，我举例，今天2月9号读经是民数记12章1到16节。读完之后，好读经文，再来挑金句。我挑的是第7节，然后写感受。我写的感受是：摩西不仅是看见异象、看见异梦的先知，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在与神面对面、清清楚楚的说话。好，就写感受。然后今日事呢，好就把你今天优先的事情写下来。好，牧师写什么呢？好，牧师写借着定期会员合会。我们都能在神全家境中清楚看见神的形象、神的同在，然后最后就是祷告圣灵的帮助。好，那我就写什么呢？写能够帮助某一对夫妻走出争执，好，学习用情绪的镜子看见神的荣美。好，这个就是在我们今天，好，你可以15分钟，好就可以来做。你需要圣经给你有正确的形象，好，跟你旁边说，你需要圣经给你正确的形象，然后再对他说，有正确的形象才有正确的情绪。为什么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人家骂他都不会生气？因为他有总统的形象，总统就是一定不能够生气。好，赖清德也是一样。好，如果你没有一个形象，你就随便发怒、随便生气、随便满口说谎。好，当了市长也可以说谎，当了立委也可以说谎，当了议员也可以说谎。你的形象完全错误。基督徒要有正确的形象，因为我们要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啊！好，我们一起说，一起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一起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我们教会今年是60周年，我们要怎么样把荣耀归给神？就是每个人要活出神儿女的形象，不轻易发怒。好，我们的情绪反映神的性格。好，时间的关系，好，牧师没有办法继续
把这个经节再跟大家一起来读。但是你可以知道，摩西因为不相信上帝，形象错误，以至于击打磐石，没有吩咐磐石出水，是共九盘，共雄雄共冷诶。第二个，他没有尊在以色列面前尊上帝为圣，上帝说他已经要在所有的百姓面前，结果摩西大发脾气。好，这个脾气有时候发脾气的时候，安怎比上帝还大。好，人在起性地好生气的时候，好安怎甲讲拢讲袂听，比上帝更加大。这就是发怒的一个最大危险的地方。如果你随便发怒，常常发怒，你都会觉得不管了，豁出去了。好，警察来嘛是赶快呐，叫天皇老子来也是一样呐，叫上帝来，叫牧师来拢赶快呐。当我们这样子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上帝他会离开我们。摩西是因为被上帝管教，不能进入迦南地，还有情绪的禁止是要尊主为圣。圣经当中有3次提到摩西为什么不能进入迦南地，就是写在这边：民数记20章12节，民数记27章17节，申命记32章51节。如果你把这3节通通比照出来，有一个字重复出现，就是红色这个字，尊主为圣。好，大家大声说一次。这就是摩西不能进迦南地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不相信上帝；第二个，没有尊主为圣。我们的情绪一定要好好掌握，我们的情绪一定要好好掌控。我们是神的子民，是神圣国度的国民，是君尊的祭司，不轻易发怒。好，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你要生气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不要犯罪。雅各书说，生气不要犯罪。犯什么罪呢？比上帝还大。好，得罪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日通过摩西伊的性命的故事，看见3个姐弟都在最后1年进入迦南地的关键时刻没有进入迦南地，成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借鉴，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镜子，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管理我们的脾气，让我们不轻易发怒，让我们在发怒当中也不要犯罪得罪你。愿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圣诗155首，救主我笑脸列席。救主我笑脸，伊是主心袂痛。咱这时阵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的天父上帝，你是谦卑的君王，也是荣耀的君王。感谢你在宝座上坐着为王，因你的荣耀，我们在你的里面欢欣喜乐，殷勤卓越。殷勤人并得丰裕的果子，因为你赏识殷勤做工的人。我们经历富有、尊荣、丰盛的生命，因为喜爱并拥抱从你而来的智慧。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活在你的丰盛中，蒙福直到永远，感恩到永远。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你，因你先爱我们，你那永无止息的爱和良善使我们能彼此相爱。你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我们要一生一世欢欣喜乐的服侍你。在此献上我们的金钱作为圣工所用，愿主你悦纳。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嘉泽，我们来宾介绍，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有吗？有一位，好有吗？好在后面，在后面。那有3位。3位。好，这边也有。这边还有一位，然后我们欢迎你们参加我们今天的聚会。好，我们来做消息报告。宗教改革之旅行前说明会在2月15号礼拜六10点到11点半于501教室举办。3月2号礼拜日第2次圣礼典，如果说想要受洗的，成人洗、坚信礼、信仰告白、小儿洗礼，请在2月16号礼拜日前向区长或小组长报名。我们教会大楼年度大扫除，各区域的楼层分配表在周报的第2页，请各位参考。协会的常年会费，请在4月30号前向肃清长老或理媒干事缴交。2025年上半年造就课程，我们有 A1 的基要真理跟 A2 的长大成熟。3月8号礼拜六起开始上课，请各位会友踊跃报名。在2月15号礼拜六12点，我们将召开牧养的定期会，请牧养部的同工要踊跃出席。妇女世界公祷日将于3月7号礼拜五9点30于本会举办，有想要参加的，请到1楼布告栏登记报名。在2月15号礼拜六中午12点，吴敏柔与蔡玉成弟兄将举行结婚典礼，请各位祝福，然后也可以抽空前往参加。为2月份的寿星庆生，我们在这边请在场的2月份寿星，我们上台领受祝福，有吗？好，我们可以看周报的第3页哦。有咱2月份生日的这些寿星啊，请你站起来，好，请站起来，然后来到台前，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哦。请一起到台前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来，还有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唱黄梅调，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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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咱来甲这个生日的寿星嘛，来甲因拍鼓啊，来甲因恭喜。咱年纪这边年纪最长有没有超过80岁的？80岁80几？刚好80岁，哇！牧师娘81岁，
18岁，好18岁，来，魔术你来徛中啦，来徛中，照个相。哦，结语也是，有没有拿到？没有拿到。还有，旁边结语。好，我们来为这些2月生日寿星啊，为他们来祝福啊。好，那我们周报上面有59位。好啊，今天也是中和兄，好，中和兄身体欠安，好，也为中和兄来代祷。好啊，咱来举手，我们来为这些弟兄姐妹来为因祝福。好，咱来为因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日阮伫遮来庆祝2月份生日，才会受请啊！感谢上帝的带领啊，让这些生日的弟兄姐妹们啊，能够得到上帝的眷顾，也能够成为我们的肢体和弟兄姐妹。愿上帝施恩祝福，伫因今年生日的中间啊，得到上帝恩典满满，也互因的家庭得到平安喜乐，也互因手头所做一切的事乐当平安亨通，让他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信上加信，有上帝的话语成为他们每天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在这边为他们来祝福，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然后再次拍手，祝寿星们生日快乐。有拍照吗？有没有拍照？好，没有拍照。好，来看那个后啊，你不用太近，你太近会拍不到后面的人。全部都进去吗？来比个2，几月生日？2。好，拍手，好，生日快乐！来，请回。好，那个孙镇长来补充介绍一下那个今天的新朋友，孙建丁哦，去对，我爹。好，他去留资料，好，那等一下好。好，在这边我们来看我们本周的金句，我们台语跟华语我们都各练一遍。我们先练台语。摩西将阿伦的衫脱起来，穿伫伊的囝以利亚撒身上。阿伦就死伫山顶，摩西甲以利亚撒落山。摩西脱去亚伦的祭司袍，给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那山顶上。摩西和以利亚撒下山。民数记20章28节。好，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好，咱今嘛要来召开和会啊，好，来介绍好，好。对家新来的2位有3位哈，好，一位是陈嘉怡，好，一位是林友林，好，然后还有一位是从香港来的宋启华，好，那我们再次拍手来欢迎他们。好，那他们是在复兴路的地方哈，好，在复兴的地方，目前正在找教会，好再次欢迎你们，好，请坐。我们要先来点名啊！好，那我们请那个小会书记闵哲长老。现在大家平安。在咱要点名之前吼，请大家当配合几件代志吼。第一个就是咱到。